你们在这儿等着。哼！在家，那个叫马六和马国忠的都死了，老子给你报仇了。你还看啥呢？走，跟老子上山！过来去！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天生就是给老子当压寨夫人的。走！哎呀，嘿，新媳妇儿上花轿了，走！也是黑龙江的面条龙啊！嘿嘿嘿呦，满江都在唱英雄啊！嘿嘿嘿呦，喊一声山倒了，我一脚踢他了，嘿嘿嘿嘿呦，丢掉了不过是坏大的马呀，还成为我管教他，丢掉了不过是坏大的马呀。哎，好，弟兄们，哎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到了，大侠，该下轿了。人家新媳妇儿是见公婆，我的新媳妇儿是见弟兄们。哎，快出来吧！哎，把盖头去了，让弟兄们见见。在家，这以后就是咱俩的家了啊！你说还缺啥？老子马上派人下山去买。把头抬起来，抬起头来，好好看一看。哎呀，这女人身上的味儿就是不一样啊！谁嘛？坏老子的好事情！谁？哎，你来干啥呀？我来给你送水嘛。哎，二掌柜他们呢？二掌柜他们喝酒吃肉呢。我说叫你来吧，他们说你正在吃人肉呢。我不信，掌柜爹，你咋会吃人肉呢？哎，你回去跟二掌柜的说，老子正在磨牙，马上就要狼吞虎咽了。掌柜爹，我咋没看见你磨牙呢？老鼠磨牙都有吱吱的响声。哎呀，行，快！他娘的！哎呀，董老爷，真是祸从天降，祸从天降啊！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说。董老爷，本来少爷说这2天就给董老爷把粮食送过来，可还没来得及送，这刘和尚就带着人杀了马家的少爷，把粮食也抢走了。董老爷，当初收你的钱是我经手的，可是如今我没办法向你交代呀。杨管家，这不怪你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哎呀，谢谢老爷。好了，请回吧，啊！老爷，最近咱们还有大批物资要从秦岭经过，我担心，要不咱们绕道走吧？去，把警察局庞局长叫来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让警察出面保护？这是下策。我董大年
要为民除害，杀了刘和尚这个土匪。哎，彩霞，咱俩现在是夫妻了，你怕啥呢？老子又不吃人。彩霞，你这是啥意思嘛？我来黑龙潭就是来报答你的。睡一觉，就算报答了？报答以后我就……哎呀，你看我傻的，你看我傻的。原来你是让我把你睡了，你就算报答了，你就去死？不想当压寨夫人了？那老子要是不与你同眠共枕的话，你是不是就死不成？谁敢保证你永远不碰我？我保证，老子一辈子都不碰你。和尚，住嘴！应该叫大掌柜的。刘和尚的名字也是女人随便叫的。是你不愿意让我报答你，但我现在就想死。老子给你找个死的地方，你看咋样？哎，董老先生，中间这位是少爷吧？哦，犬子，犬子，董秋实。哎呀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啊！听说是在北平读书。是。来喝茶。好。哎，董老先生，刚才我听你说想和警察局合作，一起收拾刘和尚。是啊，刘和尚这股土匪实在是太猖狂了。好啊，本局长敬佩董老先生为民除害的决心和意志啊！庞局长，为民除害，我董大年不敢承担呐。虽说我是个生意人，但我能在西安以至于陕西立足，我不在乎钱财的多少，我在乎的是民心。这按理说，剿匪是警察的事情，可你知道，这打土匪是要花银子的。你说吧，需要多少银子？董老先生，这有些事情它不是花银子的事儿啊。对，你可知道，这黑龙潭有一条小苍龙岭，那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啊，这一旦攻打黑龙潭，得死多少弟兄啊！所以啊，我请你来就是商量如何消灭刘和尚这股土匪啊。好，庞某洗耳恭听。引蛇出洞如何？